2026年屬馬朋友呢，就係值太歲同埋刑太歲嘅噃，俗稱犯太歲啦。咁因為值太歲係本命年啦，同埋刑太歲呢，呢個嚟講呢，會影響到今年嘅運勢呢，會有比較波幅啲㗎。因此嚟講呢，今年要特別注意些少啦。咁啊，其實呢，本命年嚟講唔係所有嘅朋友呢都係差嘅，有部分人呢喺事業上呢可能更上一層樓嘅噃。吉星方面呢就有兩粒啦，包括呢將星同埋歲駕。當然啦，凶星呢今年呢都唔少啦嚇，有死火。凶星方面呢就有太歲、三刑、劍鋒同埋伏屍嘅。咁係事業運同埋財運方面呢，今年呢其實唔會太差嘅，因為呢有將星喺度。將星嚟講咧係特別有利於武職。將星呢粒星嚟講咧，其實咧就會提升你嘅地位、統籌能力同埋組織能力嘅噃。另一顆咧就係呢個歲駕啦。歲駕嚟講咧，其實咧會提升咗你嘅地位同埋整體嘅磁場嘅噃。因為今年你就係太歲啦，咁你所講嘅嘢咧會有分量啲。但係今年嚟講咧，容易有啲猛整嚟發脾氣嘅噃。所以今年咧就係少説話，多做事嚇。喺凶星方面咧有三刑，三刑咧除咗影響健康咧，同埋少引官非嘅，所以今年咧唔好節外生枝啦。咁啊，感情運方面咧，如果有合適嘅對象咧，最好係拉埋天窗，因為傳統嚟講，如果有喜事就一起擋三災，將太歲嘅不利磁場咧盡量去壓低同埋化解嘅噃。如果冇嘅話咧，嗱，今年嚟講咧，可能有機會咧感情變化嘅。健康運方面咧，要特別注意下，4年、54年同埋66年呢三個屬馬嘅生肖嚟講咧，其實咧就去到一定嘅年紀啦。咁啊，傳統嚟講咧，都係一個關口年嚟嘅，特別係健康方面嚇。再加上咧，凶星方面咧都幾惡嘅，包括太歲、三刑咧係特別不利健康嘅，容易有開刀嘅事件。另一方面咧就係劍鋒啦，劍鋒你係金屬所傷。即係咧，可能嚟煮下餸都會切親隻手，開車容易咧挨碰碰，呢個咧要特別注意些少啦。伏屍嚟講咧係不利整體嘅家庭運噶。咁啊，呢一個嚟講咧對整體嘅健康運嚟講咧，今年要特別注意些少。整體屬馬嘅朋友咧嚟到本命年，即係值太歲同埋刑太歲嘅一個年份嚟講咧，就宜靜不宜動。但係咧事業上咧其實唔會太差嘅，有機會咧如果把握得好，更上一層樓啦。咁化解嘅方式咧，其實最好係正月去啲道教嘅福地祈下福，攝高個太歲，因為有刑太歲嘅問題啊。刑咧代表官非小人啊，喺呢個過程中咧，最好咧去到驚蟄，去用傳統嘅儀式做一個化小人嘅方式，咁就搞掂啦，係嘛？喺呢度咧，祝願屬馬嘅朋友來年步步高升，工作順利，健康快樂啊！好，喺度接一接福啊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